这回代表我的爱。经纪人，安尼在这样吗？到连这尔辛苦，咱来钓鱼。是不是鱼乌乌的啊？马路好，茅塞顿开。你知影联想的重要。要送给吉安可爱的乡亲吉安的宝。今仔日是咱这两位新人，咱的新郎举手，还有咱的新娘，哎呦，水假的哦，今仔日咱庆祝是50周年的金婚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呀，唔难呢哦，唔难呢，搁有哦，因这菜椒搁传哦，来，一位来。我想要 kiss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甲看，这。这好，这是阮六个人去找到的浪漫，就是讲吼，这是一种缘分到啊，所以就代表阿公阿嬷伫咧大自然，就是花莲这个大自然相拄着啊。希望这个大自然的物件，这树啊、甲花，会当见证恁50周年的爱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无阿公，上我。丢啦，上我嘛。那个技术哦。啊，这回代表我的爱。哇，经纪人，来啦！哎呀！哇，恭喜，咱帮你收。好。哇！今日咧50周年的这个金婚 party 哦，正式开始。开动！来嘛，请。等下。下代志。欠仔袂记的，咱这回吼，除了讲咱庆祝咱阿公妈这个金婚以外吼，咱这菜椒啊，爱特别感谢咱的阿信教练。来哦，1、2、3，感谢阿信教练哦，1、2、3，感谢阿信教练。好啦，免你啦，菜椒就好啦。都会煮的，他们都有一个大厨，有一个大师就对了，这看起来一定有大师，无应该是无遐好食才对咧，所以这应该是有咧煮食的人咧教才对。看起来，敢会是你？想要到这顿菜椒啊，头一摆办桌煮食，就互咱吉安的乡亲学落甲会搭子，袂歹。我看这个带路人吼，嘛正经有面子啦。哎呦！这条歌要送给吉安可爱的乡亲。甲吉安卖场所有的小可爱，吉安的宝。金婚趴结束迄暝，想袂到菜椒的头一条歌，煞大进展呢。
毋都好佳在我袂签名，也无正经规暝拢免困。即马来到卖场，哦，因放家私的所在。啊，搁有遮应该是遮拢无买，啊，有一只休困哈。诶，遮有金蕉，应该会使饲吧？水哦，金蕉青青好食啊，想要食吗？有芳无？我都要慢一下，小可慢一下。哎呦，足甜诶！安尼会使食吗？触鼻触鼻的，杨大婶，我先补一个，先补一个，我记录一个，饲马。诶，这嘛一只，这只较细只，有芳无？哪一只？只有两只马足高水诶。应该就高水呢。我无系啊招，你做啥物？我记录啊。教练遮尔辛苦，是要怎样甲伊报答？我有一个想法，嘿，什么想法？来，你讲来。咱来钓鱼。嘿，钓鱼送互教练。要钓鱼啊？嘿，要加菜，加菜。嗯。哎，你咧食咧？当做红菜头去食。红菜条。来，好啊，所以来安尼你闯去。钓鱼来。好，行。哎，钓呢？啊，若钓袂就。钓会钓我就跳落啊。钓鱼仔来报答教练，这嘛敢若猪人想会出来。我吼嘛伫因的通知之下，先来到莲花池钓鱼仔。啊，毋过我的鱼钩啊，叫你钓鱼啊，毋是叫你交网啊！莫非这是大宝兄搭遐魔鬼？哎，卖吵啦，都已经咧烦恼啊，都已经咧烦恼啊。你一个人伫遮真正卡掉的啊！是真正卡掉。迄就是爱跳落甲解开咯。来啦，跳落啊！这就是你性命的救题。干嘛呢？叫迄手较长的试看卖啊！你较早来斗三工？啊，你摕这钓鱼嘛，足奇怪啊！哪会安尼讲？我甲你讲，咱钓鱼啊吼，是一种心内修行的。哦。哎，无相信吼？你是姜太公啦，姜太公啦，强子爷，叫你强子牙，强子牙，强子爷。对。啊，恁即摆，哎呦，恁个早记答出来啊？有啊。你就踹洗洗啊！哎呦，来看花啊！我遮走水龙湾啊！看我原来在摸花啦，我是原本就在想讲吼，看到这片莲花池遮尔水，应该是当有一寡灵感出来。哦，什么灵感？什么灵感？花的灵感。嘛可能是花啦，因为吼，我即摆在想的，就是讲咱若写一条歌曲的时阵，美感嘛是绝对。就是讲哦，你这条歌曲，你当然你讲你，我就挑几个挑工，我就歪美感。迄嘛是一种创作的方式。伊嘛是一种美感。对，美感。美感。对，迄嘛是迄个是一个选择，无毋对。但是咧，爱会记得哦，迄是选择出来。毋是讲你做袂到，硬劲硬拗。硬要讲，迄是你的美感，你的灵感，迄是唔对的。较问，啊，你记得就摕啊，你物件做单咧。什么是美感？你感觉写歌的时阵美感伫对？我是讲一看到这个词，就有这个画面，迄就是美感。譬如讲，可能就是较直接的。我看到这个莲花池啊，安尼色水就袂歹，所以我就直接写出来。写啥？譬如讲，来到花莲好所在，来到花莲莲花池，哎，来到花莲莲花池，你感觉这句话敢有美感？花莲莲花，安尼有倒装就对啊，倒装句啊。你若想要互伊较有美感的话，你会当安那操作咧？恁其实伫歌内底嘛有做着，就是押韵。因为押韵是互歌词有美感上简单的第一步。
亚运会当互语言的美感跳出来。比如讲古早时人拢定定拢啥物，查某的迄落，娶某咧讲的迄，查某咧讲的好话有无？多济啦。年年春，年年富，明年起大厝，对吧？亲像这款的伊有一种美感的原因吼，有一足大的部分是来自于因为有亚运。讲到这亚运，咱台语歌佫有一个正重要。来啦，我对啦，啊你断啦。想着哈，想着哈。我讲咱台语歌吼，其实佫有一个正重要的部分，就是讲，你伫亚运啊，爱千万会记的哦。台语有一个爱注意的，就叫做颠倒音。哦，颠倒音。音乐剧。譬如讲，我即摆想要唱一条歌。我来，太势。来哦，你帮我想咩咯？我感觉这歌词袂歹。我伫莲花池边，希望一生守护你。水又搁亚运，好来，凊彩哦。徛在莲花池边，希望一生守护你。啊，好，原本一个足水的这个意境，哇，我愿意一生来守护你。结果你一唱咧。希望一生守护你。医生啦，找医生啊啦，叫医生来啊！你是安尼来搞纠缠嘛，对吧？你看这是一个足严重的哦。台语的音甲韵是会改变着字词的意思的。你先调一下，来吧。所以咧，你爱注意的就是这个用亚韵来去找到你故事的美感，用这个爱注意着颠倒音，唔通互你要讲的这个意境走偏去。知影吗？知影。哦，所以恁后续来，恁迄条马场歌，因为我感觉是欠一段嘛，对，欠一段啦。欠一段，你的故事爱互拖开，伫拖开的过程当中咧，爱记哦，千万唔通犯着颠倒音的问题。哦，无迄个笑破人的厝了。啊，我就用医生守护你啊。知无？知啊。好，到三工。比你钓袂着鱼啊？因为搞着啊。除了这，你无这啦。哦。你唔知摕出来？在播啊。你去甲斗着，我甲鱼仔叫过来。啊，等下煮鸡仔猪肚皮安尼。无我找无狗啊，找无狗啊？你看。找无狗啊？狗啊，我讲。哎，这就是音甲韵会影响一个字，你看。我先甲鱼仔叫过来。去边啊，摕一支。干那几尔啦？是毋是鱼乌乌的啊？鱼乌乌。要落雨。鱼乌乌。鱼咧。哎，你知影联想的重要啊。当大家咧欢喜开讲的时阵啊，看饭煞调伫伊家己的世界，想伊家己的美乐哩。我也敢若交其他5个人，伫歌做歌这代志，也是讲咧创啥，包括私底下咧开讲，敢若无啥会合，就是无啥会合的意义，我嘛毋知影差伫对啦。讲实在，我有家己感觉，我敢若交其他5个人无啥会合。莲花池转来了后，这奇怪匿名讯息一直跳出来。啊好啊，要安尼算是来啊！你毋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几岁，咱拢是健康的宝贝。无就是这个拉接，想要接迄段主歌啦。爱先拉再加主歌还是咩？我感觉直接进主，莫拉拖伤感感觉。对，头一个先唱。哎，头一个就迄个啊。OK。心跳贝贝，我亲你的脚底。贝贝是一定爱的。看马。跳赛。跳黄金。满地黄金。满地黄金。哎呦，今仔讨论真热，嘛真有效率呢。你看饭人咧，敢袂因为减一个人在讨论甲合作的情况，做遐尼大的改变？所以我先写一个心理治疗。可能就是爱写讲，可能亲像伊会互咱一寡安慰，也是稳定。但是照即摆的状况来看，我感觉的是分工的效率会较悬，特别是伫咧
联想的迄个时阵，感觉因为一开始的设定是讲看饭是做一个带头，但是我发现到伊的个性其实无一定适合做一个带头，因为伊上专业，但是相比起来，我是感觉吉拉的领导能力应该是较好。因为伊有想法，伊会直接讲出来。啊，抗饭有当下伊想法足多，但是伊无一定会讲出来。哦，伊家己的想法，伊可能私底下才会甲咱两个查甫讲。啊，但是有当下拄所有的人拢咧创作的时阵，伊无一定会跳出来讲我要带头安尼。咱的经验就是，我一甲梁哥帮，伊就随阿头。啊，教练甲我讲，你是毋是你肩胛头较暗哦？我就想讲哪会安尼？其实阮教练哪会安尼甲我讲？伊一开始讲你肩胛头较暗哦，我想讲是咧讲梁哥哦，结果伊讲我。哦。啥个会知？伊讲我帮一个，伊就会反映我的状态。我听梁哥的时阵，梁哥是一直想要困去，伊教练就讲你爱困吼，对。梁哥就是遮尔厉害，因的马毋是干那互你安慰尔，伊是真正咧，敢若通灵共款咧，知影你的状态。是，马会使嘛会使互咱感觉安定。反映出迄个骑马的人的心情，啊甲。我咧想啥，恁拢知。嘿，我咧想啥，恁拢知。我咧想啥，恁拢知。拢知。我咧想啥，恁拢知。感受到快乐甲悲哀。哦，你知影我的快乐甲悲哀。悲哀，敢会这个词敢受？伤重是吧？嘿。伤过重啊。不要紧，我先写起来。你先写，咱是想要讲什么故事？咱体验。我讲爱先有一个顺序出来。啊无，骑马佮继续连上落去看卖。我有想过，骑着白马，毋是要走3关，啊可能是要创啥？是要登去吉安。做一件代志，若是大家拢无欢喜的话，这件代志一定是做无好势。无就是虽然这件代志做好势啊，毋过大家拢无欢喜，安尼这件代志就无意义。我若是。是去找找淡薄温暖。是要走3关。毋是走3关。毋是走3关。毋是走3关。去找找一寡温暖。哎。我心跳白马，毋是要走3关。伊带我看，伊带我走找啥物温暖？就是安尼讲。心跳白马毋是要走3关。毋是要走。找回。是要找回失去的温暖。失去的温暖。啊，无咱讲有失去温暖。系啊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因为一开始大家写出来物件可能拢较直，就是直接就甲心声写甲足明的，就欠缺一寡较浪漫的感觉。就是我歌拢有一种浪漫的，就是伊要甲所有的代志写足明的，所以咱来阵也是找到。我感觉找到比找回较好。啊？找到较好。找到。桑尼的温暖。桑尼是马呀？桑尼是只马，只马是阿嬷。啊，对，迄个目睭大开对，迄只。就桑尼是马名，嘛是日头的英文。而且花莲日出日头，像即马嘛是日头骹走出桑尼的温暖。哎呦，花莲桑尼的温暖，唱看卖。咱要唱看卖。不是走3关，我心跳白马，不是要走3关，是要找到桑尼。袂当讲紧嘞。我心跳白马，不是要走3关，是要找到桑尼的温暖。我安尼都无聊，这个安尼好有环保无，好像有环保无。即摆是。是讲词还是
Q 搁爱想啊。我感觉第二句会当写咱做过啥物代志。哦，去咱哪有做啥？这是啥？去卡地，去卡地，白头章，白头章，嘿，去卡地白头章，饲料，饲料。什么毛啊？那毋是掠咧，迄算掠，迄嘛毋是算掠咧，迄是就是鹿毛。我这个人呢，我是就算联想会使，啊，毋过若是要甲全部斗做伙，我需要足长的时间，就变做共款是，互对这件代志较熟手的人来做，就是互因去斗，就是我甲我的物件弹出来，啊，互因去斗，甲因做伙看，要倒一句要接倒一句。去卡地鹿毛饲料甲白头章。咱个有去 Q 赛，啊个哦对，啊个 Q 赛，啊个有徛马。对啊，我先睡一下。你看。我感觉就是画面，无够清楚。就感觉拢较抽象。一半一半啊。嘿，到遮才较有画面。风铃。通灵。我想要录咧做啥？哇，咱即马非常需要通。大宝哥，对啊。你有问无？还是我甲问者，问讲，咱剩一句。咱甲迄落啦，咱甲。我感觉即句话下骹就会讲接济啊，接起，就是我咧想啥你拢知，一句。大宝哥叫阮去找龙班的实体，咱咧想温暖的实体。伫遮咱拢咧想感受的迄个实体的物件伫倒位，迄个画面才有法度出来。对。你讲的无毋对，咱要来联想登去第一站无？茅塞顿开，找温暖的实体。温暖的实体是啥物咧？是啥物？是啥物？互阮感觉温暖？我感觉马，马伫倒？马鞍。马鞍。什么飞快的物件啦？那个马鞍啦。召唤，即摆会当召唤，会当开始啊！哦，我带哦。哦，等咧，等你过来。四驱帮手，绑腿。天灵灵，地灵灵。放啊，假好心。手伸起来。